各位長者、街坊、各位孝順仔女，大家真係要打醒12分精神聽清楚落去，因為今次呢個消息真係非常之緊要，直情係關乎到大家每個月荷包多幾千蚊係大件事。如果你以前因為入息或者資產中咗少少位，搞到申領唔到長者生活津貼，或者你身邊有老人家仲係心大心細緊，唔知自己夠唔夠格申請，今日呢條片你一定要由頭睇到落尾。政府啱啱公布咗最新係調整方案，唔單止入息同資產限額放寬咗，仲牽涉到大家最關心係雙糧接數日，甚至同啱啱調整咗係最低工資都有微妙係關係。我今日會用最急剔、最直白係方式幫大家拆解晒所有細節，保證你聽完之後即刻知自己可以攞到幾多錢，唔會白白浪費咗呢份應得係福利。我哋直接入正題，講下今次呢個長者生活津貼係新氣象。大家知啦，喺2026年度，隨住社會物價指數係變動，政府終於肯聽民意，將長者生活津貼係門檻稍微調低咗少少。首先我哋要搞清楚，而家係單一制，即係唔再分乜嘢普通長針或者高額長針，只要你夠65歲，符合入息同資產要求，攞到係就係最高嗰份。我哋先睇下最新係數字，由2026年4月1日開始，單身人士喺每月入息限額已經上調到10,880蚊，而資產限額就放翻到395000蚊。如果你係夫婦申請，入息限額就係16,790蚊，資產限額就去到599000蚊。呢個變動對於好多平時有做下兼職或者手頭上有少少儲款係老人家嚟講，真係鬆咗一口氣。點解我會話同上調最低工資有關？呢個就係好多人忽略咗係邏輯。大家諗下，2026年度喺法定最低工資已經調整咗，好多長者即使退咗休，可能都會返下保安、清潔或者做下兼職接待，賺翻啲茶錢。如果最低工資升咗，但係長針喺入息限額唔升，咁好多老人家返多2日工就會爆數，變相令到大家唔敢返工。今次政府同步考慮埋呢一點，放寬咗入息限額，其實就係想鼓勵老人家喺體力許可嘅情況下，繼續同社會接軌，同時又唔會因為賺多咗幾百蚊而冇咗成份長針。所以如果你係嗰啲勤力公公或者活力婆婆，今次呢個調整簡直係為你哋量身定做。講到大家最興奮係一定係雙糧，即係額外發放1個月津貼喺換牌。根據2026年財政預算案喺最新進度，呢份大禮通常會係年中左右過數，但係大家要留意個接數日，呢個係好多人跌入陷阱海地方。一般嚟講，只要喺政府公布嗰個特定節數日之前，你已經係長者生活津貼喺受助人，或者你喺申請已經喺處理當中，而且最後獲批，你就有份攞呢份雙糧。如果你喺2026年5月或者6月先至踏入65歲，咁你就要快手啲，一夠歲數就即刻去遞信申請，千祈唔好拖，因為一旦過咗節數日，你可能就要等下1年。記住，呢份錢係政府派糖，唔攞就真係對唔住自己。可能有街坊會問，如果我今年2026年整好65歲，但我份人比較疊水，有少少股票喺手，或者住緊嗰層樓係同仔女聯名海，咁點計先？呢度就涉及一啲常見問題呢。我哋先講房產，如果你住緊嗰層樓係自住海，無論價值幾多千萬都好，都係豁免海，唔計入嗰39萬幾海資產限額入面。但係如果你名下有第2層木結，或者嗰層樓係租俾人海，咁就要計市值扣除按揭之後係餘額。至於保險，呢個係最多人問海。如果你買咗一啲有現金價值海人壽保險或者草樹保險，嗰啲退保金係要計入資產嘅。所以申請之前最好去保險公司問清楚個退保價值係幾多。再嚟一個好多人關心係問題，如果我同仔女一齊住，仔女每個月俾我喺家用計唔計入息？呢個大家可以放心，仔女俾喺家用喺長針喺定義入面係唔計入息喺。入息通常只係薪金、收租回報、強積金對沖或者年金花放喺背上。所以仔女盡孝心俾你喺錢，你可以安樂收低，唔使怕因為咁而申請唔到。另外，關於強積金，如果你已經年滿65歲，一次過攞咗嗰筆強積金出嚟，嗰筆錢就會由入息變成資產。所以，如果你筆強積金有成50萬，你一攞出嚟就會超咗395000蚊海資產上限。呢一點大家一定要有心理準備，要做好財務安排。有啲老友記會問，我申請咗生果金即係高齡津貼，可唔可以同時攞埋長針？答案係唔可以。喺香港係社會福利體系入面，你只能夠喺高齡針他生果金，
長giả生活津貼或者傷殘津貼入面3揀1。目前長者生活津貼蟹金額係最高蟹，2026年已經調整到超過4200蚊一個月，相比起生果金嗰千幾蚊，獎金明顯係更加吸引。除非你資產真係太多，完全過唔到嗰個門檻，否則大部分長者都會揀獎金。講到呢度，我想提醒一啲正準備申請蟹朋友，而家申請手續已經簡化咗好多，大家可以去社會福利署蟹網頁下載表格，或者親自去各區蟹社會保障辦事處攞表。記住要帶埋你喺銀行存摺、身份證，仲有最緊要係資產證明。如果你係喺2026年啱啱符合資格，我建議你最好預早1個月準備好啲文件，因為審批需要時間。雖然政府會補回由你符合資格嗰日開始計起海錢，但係早啲落袋始終早點安心。關於資產限額，仲有一個小財技，大家可以留意。如果你喺資產只係超咗少少，例如你有40萬，而上限係39萬5仙，有啲長者會選擇將部分錢用嚟裝修下屋企，或者買一啲醫療器材，甚至預繳一啲生活開支。呢啲開支係屬於合理喺生活支出，唔屬於惡意轉移資產。但係大家千祈唔好諗住喺申請前嗰幾日突然攞幾十萬現金出嚟俾仔女，因為社署有權要求你解釋大額現金喺去向。如果被懷疑係故意隱瞞，係會原行申請，甚至有法律責任金。另外，2026年蟹新氣象仲包括咗廣東計劃同福建計劃蟹優化。如果你打算返大灣區養老，只要你符合香港蟹居住要求，即係喺申請前1年住滿305日，你就算返咗去內地住，都可以繼續領取呢份長者生活津貼。政府而家好鼓勵兩地互通，所以喺內地養老海長者，只要每年返嚟香港打個卡，或者證明自己依然同香港有聯繫，呢份4000幾蚊海津貼依然係可以照攞。呢點對於想返家鄉住大屋、食好嘢蟹長者嚟講，真係一個天大蟹好消息。我再詳細講下2026年度蟹常見問題當中，關於年金蟹部分，政府近年大力推廣公共年金，好多人會問，我買咗年金，每個月攞嗰啲錢計唔計入息？答案係計，但係有發面，喺計算長津入息時，年金蟹花放款上會被視為入息，但資產方面，你投入年金嗰筆本金係唔計入資產限額蟹幣，呢個係一個好大嘅誘因。假設你有80萬現金，本來係超咗資產上限，申請唔到長津蟹，但如果你將其中50萬買咗年金，咁你名下蟹資產就只返30萬，咁就符合咗資產限額，可以攞到長津之餘，每個月仲有年金收4高。呢種做法喺2026年已經行為好多精明老人家蟹財務方案。我哋再嚟睇下接數日蟹細節，大家記住，2026年蟹雙糧發放通常係跟住預算案通過後蟹第2或者第3個月。如果預算案係喺2026年4月通過，咁大約喺6月至7月就會過數。最緊要係你要確保係接數日嗰日，你個戶口係處於有效受助狀態。如果你啱啱搬咗或者換咗銀行戶口，一定要即刻通知社署，唔好搞到份糧，因為戶口問題而彈返轉頭，咁就真係攞苦嚟辛。喺呢個咁多變蟹2026年，大家一定要識得保護自己蟹權益。政府蟹福利政策雖然係好，但係往往細節藏仔魔鬼裏。例如，如果你係同配偶分居，但未正式離婚，咁申請蟹時候係計單身定係計夫婦？呢啲情況下，社署通常會視乎你哋係唔係經濟獨立。如果你可以證明大家已經分開生活，財政獨立，係可以嘗試以單身人士身份申請，咁資產限額就會靈活好多。總括嚟講，2026年度蟹長者生活津貼放寬，反映咗政府對人口老化問題蟹重視。雖然4000幾蚊話多唔多，話少唔少，但對於基層老人家嚟講，呢筆錢足以應付日常開支，飲下茶，買下補品。我再次提醒大家，一定要對一對我頭先講嗰幾個數字，單身39萬5仙，夫婦59萬9千。如果你喺呢個邊緣位，一定要重新審視下自己蟹資產配置。最後，我想同各位老友記講，社會福利唔係救濟，而係大家年輕時為香港打拼，交咗咁多年稅之後，應得蟹回報。所以唔好覺得申請津貼係一件醜事，反而係要用得其所。如果你身邊有啲老友記，平時唔睇新聞，唔上網，麻煩你哋發揮鄰里互助精神，話俾佢哋聽呢個放寬入息同資產限額蟹好消息。尤其是嗰啲因為最低工資加咗，經自己爆入息而唔敢開工蟹老人家，更加要解釋清楚俾佢哋聽。而家限額已經鬆咗，佢哋可以安心繼續工作，同時享受長津蟹福利。
我今日講咗咁多，由入息資產新限額到同最低工資蟹掛鈎，再到商量蟹折數日同埋年金、保險蟹處理方法，希望真係幫到大家。記住，2026年係一個充滿變數蟹年份，但只要我哋整入資訊，就能夠喺晚年生活得更加安穩、更加體面。如果你對申請過程仲有咩唔明，或者有啲睇書情況唔知點搞，最穩陣蟹做法始終係去社署窗口問一問。祝各位老友記身體健康，個個都攞足福利，開開心心過每一天。我哋下次再有新政策資訊，我會第一時間再同大家拆解。大家記得留意住最新蟹公佈，唔好錯過任何個可以令生活更好蟹機會。